今日帶大家睇到十里銀灘五期維港灣小 K 景觀最靚嘅120平方個單位嚇。咁當時啲示範單位都係做喺呢度嘅，證明開發商眼光唔會錯㗎，所以呢座景觀係非常之靚嘅120平呢個積嘅單位嚇。咁搭兩個公屋呢邊就可以上到我哋呢度㗎啦嚇，而且行斜坡，睇海景咧有4、5條啦，大喇嘅海景嚇，睇綠化咧都係比較舒服㗎嚇。屬於小 K 中間位置啊，當時嘅示範單位就坐喺15樓啊，咁我哋依家嘅位置咧係一個23樓，露台都係非常之大嘅，露台闊度係差唔多2米，長度啦去到7米2嘅大露台，而且係2個露台嘅，南北對流露台，大三房2個洗手間嘅嚇。咁呢個單位業主都係裝修花啲錢啊，家私咧就唔係好靚。但係整屋四周每個房啊同埋天花都油咗嗰啲藝術漆，藝術漆可以水洗嘅呢種嚇，呢藝術漆質素係比較高嘅嚇。呢度係客廳嘅位置，開間啦去到4米多啲4米2啊。過翻嚟呢度咧就係我哋個飯廳啦嚇，飯廳。咁飯廳行出到來咧，外邊亦仲有一個生活露台嚇，生活露台咧就可以擺埋洗衣機睇小 K 後面咧就係21號樓啦，同埋37、38嗰邊啊，中間呢度有座幼兒園嚇。咁廚房呢度咧電器都係配齊啦嚇，消毒櫃啊、煮食爐啊、冰箱咧有賣㗎嚇，都係冇點話使用㗎，非常之乾淨嚇。而且廚房都係個 U 字嘅，都有窗嘅，光線係比較足㗎嚇。啱先都講咗啦，整屋都係油埋呢啲水可以水洗嘅藝術漆啊，非常之靚啊，包括天花都有咗啊。咁過翻嚟咧就係我哋個客廁啦嚇，都係做到公室分離嘅啊。咁呢度咧就係大嘅客房啊，呢個客房咧就向北邊嘅嚇。咁呢度擺咗1.5米嘅床加埋衣櫃，空調窗簾啊，吸頂燈都係裝咗啦，啊，對面呢邊咧就係我哋第2個客房啊，呢個客房咧就朝南向嘅，3個房都比較大。呢度咧可以直接行翻出到我哋嘅露台嚇，行出到我哋嘅露台啊。家私電器都齊全，拎不入字。過翻嚟睇下我哋嘅主人房，嗱，主人房空間就非常之大啦嚇。擺埋張2米嘅床，加埋2個床頭櫃，呢邊擺翻個簡單嘅衣櫃啊。咁呢邊有個台廁嗱，每個3個房啊2個房咧，放喺床上都可以睇海嘅，而且15座呢個景觀。維港灣呢個小 K 120平呢個積嘅單位咧，總共咧就有5座樓，就120平嘅積嘅，有5座樓嚇。景觀最靚就係呢一座，嚇。點解咁講咧？因為呢度係中間位置，地勢比較高，睇出景觀比較靚啊。所以前面嘅或者後面嘅都冇咁靚嚇。當時買翻來150幾萬，依家60萬出頭就可以買到啦，非常之抵嘅，業主蝕咗90萬啊！如果有意向觀眾朋友咧就過聯繫小溫，如果有意向觀眾朋友就聯繫小溫過嚟睇睇，紅本在手隨時過戶 ，OK。